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。禮拜二晚亞冠精英聯 B 組有場大戰，上海海港會作客面對廣島三戰。咁到期時我哋 M+ 會有現場直播噶。咁講翻今場賽事嘅最大睇頭就係中超 fit 到爆嘅上海海港，到底可唔可以打破對住日本球隊嘅連敗魔咒啦？咁至於講到廣島三戰，今次能夠踢亞冠精英聯算係威水。事關佢哋對上一次參加分組賽已經要數到2019年，當時佢哋就係同廣州恒大齊出線，而今屆分組賽第一仗佢哋面對墨爾本城，憑住中島陽太郎同埋馬高斯祖利亞嘅出色發揮，輕鬆贏2-0。咁至於日績方面，廣島三戰踢咗32輪，攞到16勝7和9負嘅戰績。雖然目前聯賽剩低6輪嘅情況之下，爭冠就有啲難，但攞第三應該係有機會嘅。而要讚嘅係佢哋近期多線作戰，但係防線依然夠晒穩陣，近5場賽事最多只係失1球，仲有2場能夠零封對手，證明全隊夠晒集中。咁再加上廣島三戰近3場本土杯賽，佢哋喺主場裏邊都收穫全勝，而場場都能夠大炒對手啊！所以睇嚟今場比賽廣島三戰主場出擊3分就攞硬噶啦。至於另一邊上海海港，目前喺中超裏邊係處於爭冠嘅關鍵時刻，所以佢哋應該要將重心擺翻喺本土賽事上面。之前喺9月17日亞冠精英分組賽第一場面對住日職冠軍神戶勝利船，上海海港喺主場竟然吞咗3隻蛋。據數據統計，自從2020年11月28日贏過橫濱水手2-1之後，上海海港面對住日本球隊已經係7連敗。呢個紀錄正好反映咗中超球隊同日職球隊嘅差別。再睇埋今屆亞冠精英聯分組賽第一輪，除咗上海海港輸波，上海申花同埋成都蓉城都齊輸晒。而目前上海海港條防線亦都穿晒窿，9月份打咗4場波，場場最少失2球。所以咁樣睇嚟，今次遠征日本真係凶多吉少啦！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